再来看这新竹市议会呢，是来审议明年度467亿的总预算，不过却传出大冲突。这南北两党呢是希望讲以大方向来表决，也不过民进党团是要求逐条来审查，双方是无共识的。民进党团呢是甲这主席台甲占卜条，互会期袂当来进行，也若南北呢是直直要来甲抢，双方伫混乱当中完成表决。 新竹市议会国民党甲民进党爆发严重冲突，双方伫主席台相战，场面强要失去控制。双方为着明年度467亿总预算，拜日下晡伫议会爆发冲突。民进党要求针对预算进行逐条审查，国民党这边是希望以各单位所提出的预算进行大方向表决。协商破局了后，民进党议员就去包围主席台，要来阻挡会议，后来伫冲突中通过预算表决。新竹市政府跟市议会面对新竹市有史以来最高额的这个预算审议的工作。 也经历，在同时也在今天经历了新竹市议会最黑暗的一天哦。那我们在议会要求一个程序正义坚持议事照议事规则来审查，但是都不得其门而入。国民党党团也针对民进党霸占主席台开记者会表达抗议，认为过去2礼拜各党团努力针对总预算进行协商。 不过，民进党向向主动开会，批评根本是政治考量，不让我们议员在这个议事堂开会以及在审议预算，在这个最后一天，我想对我们新竹市明年的建设会有非常大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辅发现金以及0到6岁这个政府养，还有很多我们基层的建设都会。 去影响到，在这里也要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作秀，把立法院那一套搬到我们新竹来。新竹市明年总预算在争议中表决通过，但民进党党团认为会议违反议事规则，表示刷落去会向内政部提出退回审议结果，要求重新审议。记者狄君和新竹报道。